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3月28拜6嘅客家新新聞，我係陳彥祖。當然，你早晨9點半，呢客家新新聞都會喺網絡上帶來了解有關武漢肺炎疫情嘅情形發展。近比北部地區嘅鄉親朋友，早晨好長時間可能都有聽講鄉里講龍洞郡哦，一個疫症已經落到非常嘅大。近比台灣地區先主要受到東北季風增強，韓國有鋒面都來影響，加上呢啲總鋪已被鴉片呢天時係非常嘅唔穩定哦，都有可能會落大雨。而家呢氣象局就針對嘅北部地區發布嘅大雨天報，韓國有強風天報。媒體將鄉親朋友講，近比北部鴉片啊，嘅本土會以下公土動態，將啲近比今日嘅北部大部分有可能清大會到15、16圖案帶，提醒大家早晨出去嘅時間呢，都要記得要做下小暖調嘅。韓國呢亞車雨呢會到乜嘅時間咯？雖然講動數過後，一個雨啊就會漸漸嘅開始放下來嘅，不過一個雨腳要真正停下來，差唔多呢未會到臨暗暝過後，也係近比嘅天時之前同大家來做一下提醒。稍後呢，現在我來關心一個武漢肺炎疫情嘅情形發展。其實呢，籌備對全世界嘅疫情來講，有兩態動態嘅變化哦。一年呢就係講，一個美國啲籌備確診人數就已經正式超過嘅中國，變咗全世界確診人數前多國家。韓國有天熱重大消息就係講，英國首相強生呢啲籌備嘅時節，正式宣布其正式確診測試到武漢肺炎嘅。而且呢對於呢啲中國時報當個嘅一個頭版頭條來看，近比有呢條重要消息咯。喺中國時報當講呢，加頭版頭條主要講嘅美國嘅確診人數就超過9萬3人多，一下呢美國就變咗為全世界武漢肺炎疫情前多國家，一下呢全世界嘅確診人數呢已經超過55萬3人多，故說呢第26個日，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川普，佢兩者其實係有同天化來討論防疫咯。今日同鄉親朋友講到嘅一下呢全世界疫情係越來越嚴重。而家全世界確診人數已經超過55萬3人，而家呢排第一人數前多嘅就係美國，第二係中國，第三嘅就係意大利嘅。故說呢，也嘅病例以下增加動多嘅美國總統川普佢係樣嚟講咯。而講呢美國疫情呢也係會按嚴重，主要呢就係認真講美國嘅壓力檢驗能量係有較強。故說呢，一個確診人數算係較正確嘅，故說一個確診人數將會很啊多。你看一下。也係美國嘅疫情係樣嘅來變化哦。第二幾年呢，一個美國嘅疫情呢，上係一下增加到非常嘅急哦。美國已經連續4年，一個確診人數都一年有超過1萬3人卡加。從啲籌備嘅時節，今年呢24點鐘內，一個新增加案例就已經超過18000啲案多。韓國有時增加死亡人數至少有237人案多。故說呢，就有媒體記住講呢，籌備呢係整件係美國清慘嘅一年。針對一啲防疫問題，運用來解決咯。嘅美國總統川普，韓國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啲前幾年嘅時節，就有同天花來討論防疫咧。嘅加條啲天花當中有講到按度麥嘅咯。嘅除咗針對一啲防疫運用嘅來合作，用來加強一啲防疫措施以外呢，嘅美國其實佢未同監察中國呢，會有對美國提供相關嘅物資，韓國有相關嘅防疫經驗，希望你接下來呢，亦都美國嘅疫情做對啲國際合作下呢，會動價嘅控制下來喲。唔過呢，美國專家嘅片其實就動手哦，佢認為講，接下來呢一個美國嘅疫情其實會有動態變化，就係講會越來越嚴重哦。佢主要特別提醒呢，就係講亞洲嘅疫情可能呢會喺今年7月嘅疫情會造成一個美國有81300人按多人會形成一個武漢肺炎來構成咯。一個專家係馬上咯，有冇看到？也係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嘅也嘅先生哦，佢哋有做了研究，佢對一下美國病例增加速度來看呢，佢認為講到時間呢，雖然講一啲民眾啊有照啲呢一啲政府提供嘅防疫措施來做，就像有待最慢韓國有保持一天呢一條距離哦。唔過呢，現在一下疫情增加到凍結，故所呢韓係東南風一啲疫情扯開來，故所呢都係7年嘅時間，一啲疫情就有可能會造成美國有
813人按到来死亡哦，真件非常的影响。故说呢，针对呢防疫部分嘅强用喺中国时报，就有对台湾一下嘅防疫政策来做出提醒哦。你看到老师讲，故说呢，下一步一个中国的确诊人数将冇增加。那我呢，现在过来看到，一个美国疫情呢，佢咪有公布相关的疫情呢，冲台嘅灾难冲台，而讲呢，一下美国嘅冲台嘅族也基建来到嘅11族，像先前嘅华盛顿族、韩国有纽约族哦。但我第26个人，韩国有增加纽约市族同北卡罗来纳。那我呢，韩国有从伊利诺族也3名族，也呢美国总共有3名族基建正式经验嘅冲台灾难冲台，一部分呢咪向乡亲朋友为特别注意嘅。稍后呢，整个我来看到呢，就会压啲苹果日报嘅消息。另外，对于苹果日报当局呢来关心，筹备台湾新型的疫情发展。筹备呢，台湾总共有新增加15例对境外细路来嘅确诊案例，那么其中呢有3名呢系群起感染嘅案。其实中心佢就有特别同大家来做说明咯。佢就係講呢，也條境外細路來嘅，單係美國、韓國有英國嘅人較多。佢歲數呢差唔多呢係對19歲到62歲，也條單會測到做認證，而下一步嘅有出國讀書，也係有出國做事哦。其實呢種是韓國有同大家提倡嚟講，一下呢認證對境外細路來嘅人數有漸來漸少嘅。故所呢一下邊境管制措施一方面其實台灣未做到同好。唔過呢，一部分係呢度重要，睇下呢政府為什麼繼續嚟做？如果呢一下睇下為來配合政府嘅，就係一啲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措施哦。佢講呢一啲居家隔離啊，其實佢有講也。應該係對大家嚟講係真見到唔方便嘅幾咩了解哦。如果你咪希望講大家為到台灣嘅一啲防疫咯，希望大家呢為親力來配合哦。然後你咪提倡呢，從係有居家隔離嘅民眾呢，假使亞成法啊使用乜嘅成法物品，其實呢唔做咧要向亞條嘅親戚朋友來送哦，係講真見前當年，而係做咧大家嘅驗屍嘅有。轉線啊，有一啲管法嘅天花，唔到做得像驗屍一部分呢，一條會有專業人員同一條來聽數哦。咁我哋就會講一下呢，其實台灣包含嘅先前有成功太好啊，韓國有像清華太好、政治太好，都有一條嘅。太好研究都有全部有學生嘅確診呢，然後呢就講講一啲學校會變做台灣社區傳播一片無風度所在，嗰種呢就有一道學校沒有全部相關嘅學校嘅管制措施嘅，你看到一啲消息就係講台亞經驗呢就有全部嘅。我來針對一啲外業到學校嘅人，我來進行是明知佢從係整體啊、婦人太好一條都不准民眾前踩入去。然之後你看到一下有那條學校有實施一條相關嘅措施咯，從係成功太好、清華太好、政治太好一條都有學生確診嘅，故所呢一條就宣布嘅。假使外業到學校就天再拿出從係學生證啊、高職驗證一條相關嘅證明，有證明講一條係學校嘅相關人士唔將做定入去，嘅假使一般嘅民眾啲上班上課時節都冇辦法前踩入到學校嘅，也係針對學校嘅管制措施。唔過呢，像係文化太好啊，韓國有其他太好一條嘅特定學校嘅管制措施係無賣強用哦。前主要呢就係講，像係文化太好，一條係。查嘅我入到學校時間呢，可能呢我用證件啊來換證，我登記唔係盲人，將做嚟繼續來做追蹤。唔過一般嘅民眾還係我入到學校嘅時間，還係冇相關嘅限制哦。我哋聽聽台灣嘅疫情發展，也部分呢可能接下來大間學校嘅防疫措施還係會有變化。那我哋外在過來看到，面係同台灣嘅防疫檢疫有關嘅消息，就係講也係自由時報嘅報道。之前幾年嘅時間，唔係講有一個英國式嘅一個西亞妹嘅，佢有同家媽媽因為講，佢家呢喺台灣做居家隔離，因為講台灣提供環境真見係同流少哦，就講為細神啊，未冇細神機，為細神未冇小水好些。按用消息呢，其實下後都本自衛中心來做澄清呢，講其實。
因台湾提供本地嘅檢疫環境真係無按唔好。故上呢針對按用唔是採嘅小心呢，其實非中心佢哋籌備時間就要正式宣布嘅，佢講呢，認真講一個英國是咧寫乜嘢，加講嘅內容，基本一個美國 BBC 報道內容，有講到一條唔是採講法，對台灣嘅國際形象有損壞用，可能呢會害大家對台灣無乜了解，還有可能會使到民眾唔肯來批下台灣嘅防疫措施。故上呢，指揮中心啲籌備時間就有幾天呢，認真講一下批下。自家隔離、自家檢疫嘅民眾，當然做咗2到1000元嘅一個補償金。指揮中心就幾天呢，唔會發一個補償金比，就因為講佢對台灣嘅形象有損害，故數幾天會有相關嘅法則咯。針對按用嘅幾天，就有法律專家就因為講，呢度英國嘅人啊，其實假條本單就唔係台灣人，而冇啲台灣納稅，故數台灣嘅相關嘅補償措施呢，假條本單就做唔得抵用哦。韓國其實假條對國際法啊嚟發布一個同台灣有關防疫唔實際消息，可能呢會對台灣嘅防疫工作造成損害。而係因為台灣政府呢應該對一兩個英國是咧寫唔可以，韓國有寫啊個嘅假條係南五朋友，亦都因為講對佢2-3年就採樣片諷刺法來發假條。嘅前個法則佢講，亞政府相關規定總共有9萬元到45萬元按度。雖然講呢有好在按年提上，唔過呢，下指揮中心還係冇按年幾天啦。啲籌備時間一個英國是咧寫乜嘢，沒有發一封簡訊哦，同大家來費事理。佢講呢，其實一下呢，一個台灣嘅政府係對家庭有照顧到同好，相關嘅造成相關嘅問題，佢哋知道同排泄，就正式同台灣嘅指揮中心同相關嘅檢疫人員來講排泄用，也就係準備同大家來整理相關疫情嘅情形消息。跟有關疫情嘅情形發展，下晝嘅客家新新聞，那麼全場同大家來直播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嘅中心嘅記者會，將鄉親朋友來繼續來收聽。